大家好，繼續返上一次嘅視頻。喺 Star of the Seas 中央公園上邊，起碼種植咗超過3萬棵以上嘅植物。Oh yeah. Perfect. It's me,皇家加勒比海 Icon Class 嘅 Surfside 係目前全世界郵輪上邊兒童玩水嘅地方最大嘅。而呢個 Poolside 嘅泳池都係全世界目前最大嘅郵輪泳池。郵輪船頭呢個180度嘅天幕都係全日恆溫嘅。而郵輪嘅夜晚周圍都有好多親子嘅活動，我今晚就選擇咗呢個無聲嘅 disco。